咁樣都話冇犯規，咁樣都冇紅牌。今日我哋有得拗啦。先多謝咧我團隊盧鬼氣，琴日咧講完波立即拍視頻啦，但係點知咧限流，唔知點解限流。大家真係俾啲意見，翻返去我上一條視頻睇下啦，就恭喜咗水晶宮啦120週年以來啦第一個重要錦標。我恭喜癲軒救出咧不下6個必入波，應該係琴日啦嘅 MOM 嚟嘅。當然啦，琴日一役咧都證明咗咧丁丁奇雲迪布尼啦，仲有琴日段視頻啦，我就講呢啲啦。點解限我流啦？今日唔緊要，拍多段拗時間節點係重要㗎，因為直接影響啦曼城可唔可以追翻，甚至反敗為勝。上半場16分鐘，水晶宮第一個進攻入波。跟住啦，癲軒未救到馬無殊佢12碼之前啦，就呢一個鏡頭啦。夏蘭特突破越位，單刀面對癲軒，癲軒禁區外拍個波。嗱，以下啦就來自英格蘭啦，就權威兩個傳媒啦嘅鏡頭同埋敘述嚟㗎。鏡頭唔使睇啦，呢個據我哋經驗啦，應該轉播鏡頭，即係 VAR 啦，應該經過呢個審核。另外一間媒體轉述 VAR 個敘述同埋決定啦，就話。呢個波因為咧係遠離球門，唔係直接威脅，所以冇事，錯晒。大家留意啊，連犯規都冇犯啦，呢個必然錯誤嚟㗎。因為咧幾可肯定，所有證據都證明咧，癲軒拍到個波係唔係禁區外嘅啫。咁我哋幾可肯定啦，係禁區外嘅。咁我自己覺得啦，無論個波係咪遠離禁區啦，呢個亦都係一個直接入波機會。我點樣睇啦？有兩個水晶宮球員翻嚟，但係都係喺夏蘭特後邊嘅，呢係第一。第二，如果癲軒唔掂個波，夏蘭特的走個波過咗癲軒，已經係空門45度嘅啫，都唔係窄角度。點解會否認夏蘭特可以直接入波嘅機會呢？我記得我講波當時係咁講㗎，喺現場啦都冇得唔服嘅。球證睇唔到，佢話冇事 ，play on。旁證追緊過嚟，我成日講啊。旁證含糊疾走當中，佢唔係直線橫切面睇個波啦，佢乜嘢都唔清楚㗎，所以旁證啦冇意見。經過 VR 審查，呢個波如果唔係紅牌啦，球證唔能夠吹翻轉頭啦，話罰球㗎。所以啦，最後曼城連罰球都冇啦，的而且確係有啲不幸。叫做爭拗完啦，第二下3點啦，希望大家聽埋會好舒服㗎。癲軒話啦，過咗啦，我係咪紅牌咪犯規啦？我唔關心。我而家淨係想將呢個冠軍啦送俾我上一年去世嘅爸爸乖仔。今日癲軒係咪幸運地逃過一劫啦？我又要讚啦，加士拿，我學到嘢。加士拿話咧，當時咧傻豬嚟㗎，你用腳啊嘛，做乜用手啦？用手睇緊邊勾，嗨嘢啦！哎呀，好彩冇事喎，連阿加士拿水晶宮嘅領隊啦都驚到鼻哥窿都冇肉，可想而知啦。球證最終個判罰啦，真係令人有啲意外嘅。琴日我哋已經講過啦，水晶宮雖然有呢個問題球啦，但係成場波、成下半季嘅表現啦，加士拿、伊斯、癲軒等等咧，實至名歸，攞到你足總杯冠軍啦。其實爭議性咧唔係話特別好大。當然曼城打得唔好啦，但係佢要讚哥迪奧拿，讚佢咩咧？情商啦，大家都可以學下嘅。但係你知道啦，個12碼竟然夏蘭特啦攞住射個波，馬無殊。你嘅當時咧，舒利亞、朗尼等等咧紀錄性嘅英超頂級射手啦，都話朗尼中絕啦，證明夏蘭特唔係啊美斯、C 朗嗰個級數咯。我啊都唔會讓佢12碼出嚟啦，我真係唔明舒利亞嘅言論差不多，但係哥迪奧拿點講咧，我都唔明，我都唔知，但我冇問到咧夏蘭特。但係喺我嘅球隊，我尊重我嘅球員，佢哋有智慧。佢哋會有能力在場判斷呢個12碼應該邊個射，所以而家啦馬無殊射完啦，我哋恭喜癲軒救得靚。哥迪奧拿嘅情商，哥迪奧拿保護球員，值得一讚。好啦，球迷咧都問我，喂，足總杯啦，唔係全個賽季英格蘭嘅最後嗰場咩？今季唔係啊，仲有2週嘅英超啦未打，爭歐冠嘅位置啦，好緊張，好刺激。今晚喺呢度揾我，有森林、亞仙奴、紐記，仲有曼城嘅第37週啦，週中再打，都係呢度，我會同你講波。